看屏东县村西门路一栋公寓，透早4点外有爆炸的声，顶下卡小起有5台奥多麦互烧掉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警方认为是有人故意放火，嘛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咯。我手上提一桶东西。18号天也未光，男子出现伫这栋公寓大楼的顶仔骹，明显看会出，甲手中的汽油桶压悬了后，一直向徛过来压，无偌久火光连续闪出来。原来男子甲汽油点倒，现场传来过来声的爆裂声，惊甲徛好赶紧逃生。我一进去，然后再要出来，只没有2分钟，整个楼梯口都已经黑麻麻的，看不到路了。都是烟哦。哎，对，好恐怖。对，吓死了！幸好有后面的防火巷可以出来。民众讲火光出现无2分钟，烟雾就甲规个楼梯间砍掉的。只好为隔壁大楼走，但是代志发生前几点钟，就听到厝边有冤家声，阁有警察到现场关心。这场火警互因非常惊吓，第一时间到拍火，马来山顶档停伫顶仔骹的奥多麦，也是落台红烧派去。一栋集合住宅为7层楼，那现场的是1楼的骑楼在燃烧机车。朋友与小吃部互相敬酒问题发生口角，一方心生不满，携带汽油前往其住处骑楼纵火。警方调监视器，根据大楼一名单身徛户的讲法，发现一名黄姓男子有非常大的嫌疑，因为伊有可能伫敬酒了后，甲人冤家，涉嫌叫其他的朋友到这栋大楼来放火。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到黄姓男子的身份，而且采集到相关的事证。后续除了找出涉嫌放火的男子，嘛要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屏东报道。